元朗番田村呢一座6層高嘅村屋係咁嘅樣。當時嘅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主動提到呢間屋，話係需要即時清拆嘅高風險僭建樓宇，要拆走一半。咁呢個由6層拆出去3層呢，係技術上係可行嘅。我哋亦都為佢呢係俾咗一個85萬元嘅有抵押嘅貸款佢哋。而家個工程呢正在進行。事隔3年，我哋再入村，發現呢一棟樓除咗牆身變得舊咗之外，望上都冇任何改變。借咗錢咁耐都未拆，屋宇署回應話，早喺07年已經提出檢控，業主同佔用人被判監禁3個月，緩刑3年。之後亦都有喺08同2013年2度再就業主冇履行清拆令而提出檢控。但係裁判法院接納被告嘅辯解，並冇將業主定罪。據了解，業主嘅辯解理由係村入面嘅路係私家路，其他村民唔俾啲工人入村施工，就算業主有心要拆僭建都冇辦法。喺我哋入村了解嘅時候，有村民話無論點都好，都唔會俾啲工人入村拆僭建，要入村嘅唯一方法就係用直升機。到底私人業權係咪凌駕一切呢？人咩最大？窮就最大，佢冇屋住冇錢，乜都冇。捱咗幾十年，僭建都要錢噶嘛，村民就係會用盡佢嘅辦法去到阻攔噶啦。一係就你殺咗佢死埋嘅啫，全家你要拆佢間屋，佢死都同你鬥噶啦。不過侯志強話呢2年政府都冇乜大動作。而家零星。